大家好，我是苗栗舞蹈班的舞蹈教师李安瑜。那之前代表台湾参加日本尤萨科伊祭典的演出，那目前也同时致力于舞蹈教学以及舞蹈编排。我们这一次阿婆教我唱山歌，是由2首音乐组成。第一首是我的阿婆，第2首撞走。那为什么会选择这2首儿歌呢？是因为想要教大人儿歌，也同时教导舞蹈，让他们可以回去教自己的小孩，又可以达到亲子共乐。那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客委会每年都出版了非常多的歌曲，我们选材方便，那也又好听，同时我们可以达到推广客家文化。我家阿婆最善忙，啉水种菜，天公手出门。世事功夫本爱谈，上太后我爱唱歌本健康。伫台北无种下嘅好风景，老人家心中总会想家乡。阿婆啊，不管伫哪，做下有爱拼，多家路生活无重要。不是笑，不是惊，来去福当，为采阳，子孙乡下笑洋洋。伫台北无种下的好风景，老人家心中总是想家乡。阿婆啊，不管伫哪，做下有爱拼。阿婆啊，不管伫哪，做下有爱拼。冲走，阿婆不识事，上街去买豆腐，豆腐刚买好，不记得转无路，阿婆气晕糊涂，出门无耐先看路，转无杀冲走，不知爱行哪条路，一条路几条路，哎呀无法度，冲上冲下，汗流满落，就像跌落河巴肚。一条路几条路，唔知爱行哪条路。下猪头多台舞，卖嘅豆腐一安糊，卖的豆腐一安糊。好，我们从阿婆迷路那里，你要整条路去找阿婆，然后都找不到。好，哎呀哎呀的时候，从外面的脚先踢头，倒右边，哎呀哎呀，没有办法，提个8拍，好，往前，往后，找到汗流浃背，找到流汗，一个8拍，可以哈，好，往前找，前点，往后，4字步，记得收回踏点步。好，脚拉长，往外拉长，然后看远的，往上，颠到最高，手拉到最长，慢慢下来4拍，停在这里拍照，一个8拍。好，完了以后往上小五花 ，N 下，停好4拍，停2、3、4 ，N 换，在这里，最后再停一个8拍，可以吗？好，停完一个8拍以后。手背手，脚踢屁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踏点，停好在这里，可以哈。好，2、2、3、4的时候一样，手提起来，眼睛要看远的，你才可以去找阿婆，在这边。然后找不到啊，这里也找不到。好，手交叉，一个4拍，暂停4拍 ，and 转身，停，拉长。好。然后手不往这里，往斜下，眼睛看斜下，脖子拉长。好，就在这。OK， 好，来，那我数拍子，然后你们做一次。预备起 ，and 画，2、3、4，找啊找 ，and 哎呀哎呀，5、6、7、and 往前3、4，对，6、7、8含胸，流汗，右手3、4、5、6，右脚点前点。小五花 and 停6、7、8 and 换这边，对，这只脚在这里，好，再停一个吧，停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踢屁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踏点，好，右手换，1、
在这里，肩膀放松，不掉下去，远的，放松，远的。好，可以再推，再推，手放下来一点点，手肘弯一点，再推，对了，眼睛看这里，好，放松。好，我们有几个动作要特别注意。那阿婆不见的时候，我们会很懊恼，所以手要压在你的头旁边，眼睛看你手肘出去的方向，低头的位置，不抬头，是很懊恼的低头，四拍，完了一样很懊恼，哎呀都找不到在这边。好，还有一个地方，这条路很长的一段路，要手拉到最长，找很远的地方在这里，然后找阿婆都找不到，所以3次，3次头停停停在这里，完了很懊，一样是很懊恼，哎呀的，就找到这里停住。好，我们配音乐走一次，预备。3、4、5、6、7，拉长。3、4，倒头 ，and 手，抬头走。手小，好，将耳朵手到右斜上，拉长。好，手交叉改变。连水中在天空中沉没，世事功故本来谈，从太后风来冲过不变谈。离开了我的眼睛，来了一场幸福的夜梦。左手右手，眼睛看斜上。
要垂下来，眼睛看斜上，背部往后躺，对，正，再回正，对，好 ，and 放松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苗栗县同乡会民俗舞蹈班的班长王云珍。今日当欢喜呢，跟大家老大家见面。我苗栗县同乡会舞蹈班的蔡明的90今年就成立了吼。一直都也下冇停头。因为呢，因为就随着学委会也个脚步行到也下来哦。特别就用较传统的嗰种的。舞蹈啦，叫做音乐来跳舞大家看。但是一下呢，校委会呢，佢爱有创新的嗰种风格啦吼，嗰种也就校委会嘅要求啊吼，嗰种来到一下呢就请较现代、较后生的先生呢，就制作来到，就像那个例行上的制作来到，安尼说。好，那我们虽然是民俗舞蹈团，但我们除了保留原本的客家文化，还有一些民俗舞蹈的部分之外，我们还运用了现在年轻创作歌手做出来的音乐，希望我们的作品可以更符合当今社会，那也可以受年轻朋友们的喜爱以及肯定。本舞蹈课程所使用的歌诶。是第108年客家语儿歌曲谱集教材，加入头嘅歌都項選出來嘅，係以都市鄉客家生活經驗為主，創作10首兒童歌曲，並加有充滿秘密性嘅插圖，配上客家語歌詞。提供大家認識客家文化、老行業學習嘅教材。本種專輯面上歌唱班、老研究班，做得到台北市客委會官方 YouTube 一堂。台北市苗栗縣同鄉會客家民俗舞蹈班，於民國87年成立。係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教育中心班吹之一，學員從幼稚園到阿婆級嘅都有，係一群年齡差別動態，但係一群人全部都係當好民俗舞蹈、老認同客家文化嘅人所組成嘅，並有個人專長。啲團體度內分工合作，以達到往下扎根嘅經營理念，歡迎大家嘅加入參加。
條褲，條褲生埋好，唔記得轉木路，阿婆真糊塗，出門冇來先看路，轉木沙從小，唔知愛行哪條路。共故本愛談，從太後風愛衝過。一條路，這條路，哎呀哎呀。这一次，阿婆教我唱山歌，是由2首音乐组成。第一首是我的阿婆，第2首撞走。我嘅阿婆最善忘，臨水中吹，天公手出門。世事功夫本愛談，上太後我愛唱歌本健康。喺台北無種下嘅好風景，老人家心中總會想家鄉。阿婆啊，唔管點愛，做下有愛拼。唱走。阿婆唔識詩，送嘅去買條褲，條褲裝買好，唔記得轉路路。阿婆痴人糊塗，出門無來先看路，轉木沙衝走，唔知愛行哪條路，一條路幾條路，哎呀無法度，衝上衝下，汗流滿落，就像跌落河巴肚，一條路幾條路。唔知愛行哪條路，下豬頭多團舞，賣嘅條褲一安布，賣嘅條褲一安布。的时候，我们会很懊恼，所以手要压在你的头旁
旁边，眼睛看你手肘出去的方向，低头的位置，不抬头，是很懊恼的低头。4拍完了一样很懊恼，哎呀都找不到在这边。好，还有一个地方，这条路很长的一段路，要手拉到最长，找很远的地方在这里，然后找阿婆都找不到，所以3次3次头停，在这里完了一样是很懊恼，哎呀，就找到这里停住，低头再右，看左，送给喜欢跳舞，张麦后，没手慢慢起，换左边，阿婆请糊涂，换，出我是狂路，屁股，中国沙场走，好，双方手，努力爱好加跳路。古土考场所使用的歌是第108年客家语儿歌曲谱集教材，这路头的歌都是选出来的，是以都市乡客家生活经验为主，创作10首儿童歌曲，并加有充满秘密性的插图，配上客家语歌词，提供大家认识客家文化和汉语学习的教材。本种专辑面上歌唱版和研究版，做得到台北市客委会官方 YouTube 一堂。